呢個係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2025年4月嘅世界報導。信心、友誼同埋共同嘅價值觀，教會領袖喺中東嘅全球事工建基喺共同基礎上面。福音嘅祝福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容易獲得。納別遜會長奉獻咗第200座主嘅聖殿。首先，創造歷史，鹽湖聖殿嘅整修工程去到關鍵嘅里程碑，仲宣佈咗開放日嘅日期。喺2月中，總會會長羅素納爾遜宣佈咗鹽湖聖殿開放日嘅日期。呢一座聖殿自2020年開始進行整修，將於2027年4月至10月期間重新開放俾公眾參觀。呢一個消息令人好開心。哇！我真係好激動，我好高興佢就嚟完工。我好期待可以再次進入聖殿。聖殿廣場嘅巨大變化，標誌住超過5年嘅整修進度。我好興奮能夠向世界展示呢座美麗嘅聖殿。我哋一個星期工作6日，有時每日要接近20個鐘，就係為咗將呢份禮物獻俾全世界。目前已經完工同對公眾開放嘅項目，包括教會行政大樓廣場、主街廣場同埋聖殿廣場嘅西北同埋西南角。進展良好嘅關鍵區域包括南邊嘅訪客體驗館、聖殿入口建築群同埋聖殿北面印證室擴建嘅部分。擴建一座歷史悠久嘅聖殿，最後工程正喺度推進，包括為高榮室入邊嘅裝飾上色。2月完成重要嘅里程碑，包括地震加固工程。呢個係整修嘅重點，涉及將整座聖殿全部嘅重量轉移到全新嘅地基上面。呢個係地基部分，上層地基係一條轉換梁，成座聖殿就係坐落喺上面啦。而家會有鋼索從聖殿頂部透過孔洞貫穿到底部。我哋就可以拉緊呢條鋼索，將聖殿頂部穩固咁固定喺新嘅地基上面。令呢一件事可以實現嘅另一個關鍵步驟係垂直鑽孔。過去嘅3年，佢哋喺距離地面45米嘅空中工作，係進行鹽湖聖殿整修項目到而家最漫長嘅一項任務。我相信已經喺呢個控制板前面坐咗幾千個鐘㗎啦。呢啲鑽孔工人同埋機械技工努力工作，為未來嘅世代帶嚟更安全嘅鹽湖聖殿。佢哋嘅任務係垂直鑽孔，貫穿歷史悠久嘅外部石牆，由尖塔嘅頂部一直轉向下面，啱啱好穿過呢啲千斤頂鑽孔嘅套管之間。呢個叫做垂直鑽孔嘅精密過程，用咗鑲有鑽石嘅空心鑽頭嚟鑽穿聖殿嘅花崗岩石材。呢個係要喺歷史悠久嘅聖殿結構牆入邊鑽穿總長4公里嘅垂直孔洞。呢個係地基隔震系統建造嘅關鍵環節，目的係保護聖殿免受地震損害。聖殿嘅每一座塔樓同牆角都需要呢啲精確嘅垂直孔洞。呢項工作需要超高嘅精確度，由起點到終點唔可以有超過10毫米嘅誤差。垂直孔洞嘅目的係利用呢一啲後將鋼索將頂部嘅鋼構屋頂同塔樓連接到下邊新起嘅地基同埋轉換梁。呢一項係一項持續不斷嘅工作，喺聖殿頂部搭建咗史上第一個全套設備嘅機械工場。喺聖殿頂部搭建機械工場似乎有啲瘋狂，但我哋需要呢項工作就喺施工現場旁邊進行。垂直鑽孔團隊以才智同堅定不移嘅毅力，面對同克服咗艱巨嘅任務，為鹽湖聖殿嘅整修留下咗永遠都唔會磨滅嘅貢獻。我希望睇到呢件作品能夠觸動人心。作為歷史悠久嘅聖殿廣場整修工程嘅一部分，教會委託本地藝術家創作14座雕像，將會放置喺聖殿廣場嗰度。最近安裝嘅一座雕像，描繪咗1820年神同耶穌基督喺紐約向約瑟斯密顯現，教會叫佢做第一次異象。雕像嘅設計將視線由約瑟引向基督。
最後引向神嘅雕像，再返去基督身上。未來會展示耶穌基督生平同事工嘅雕像，同教會歷史上嘅其他重要時刻，將會喺2025年至2026年間陸續放置。1月份洛杉磯郡嘅山火係加州歷史上最致命同最具破壞性嘅火災之一。走近現場，睇到一切都化為灰燼，心入邊好沉重。幾千個人嘅世界瞬間反轉，強風加劇火勢，無情烈火吞噬樹木、家園同社區。親眼見到呢種災情，遠比想像更慘烈。我只可以同自己講：你間屋冇咗啦。好多教會成員聚集喺教堂度，聆聽12使徒定額組代理會長傑弗瑞·賀倫會長嘅信息。我哋想俾你哋知道，我哋同你哋一齊喊，一齊祈禱。你哋並唔孤單，亦冇被人遺忘。好多嘢被摧毀，相片、心愛嘅紀念品。但我哋必須記住，天父並唔會減少對我哋嘅愛，佢嘅愛反而會更多。前幾日我喺瓦礫中掘緊嗰陣，揾到我個女嬰兒時期嘅第一件飾物。嗰下我即刻向神祈禱表達感謝。我話感謝你，呢個係神俾我嘅徵兆，我肯定。呢個雖然只係我哋生命入邊個艱難嘅小時刻，但係賀倫會長佢嘅信息進一步強化咗我嘅認知同信念，知道有更偉大嘅力量可以幫助我同家人跨過呢次嘅難關。令人驚奇嘅係，咁樣嘅災難竟然可以將啲人凝聚埋一齊。我哋每日都睇到微小嘅奇蹟。2024年嘅9月底，颶風海倫對美國東南部帶嚟廣泛嘅災害。北卡羅來納州阿什維爾市因為遭遇異常強烈嘅暴雨，導致嚴重水災，令好多失去一切嘅人情緒複雜。我因為發生嘅災難而感到悲傷，但同時亦為睇到充滿愛心嘅社區過嚟救援而感到欣慰。冇咁意外嘅係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同其他當地教會嘅義工，個個都伸出援手。呢啲人主動嚟幫手，甚至送咗木碎嚟去保護馬匹。等我一陣。你好，我係卡洛琳。我係吉姆。吉姆，我想攬住你。吉姆，你帶咗木碎俾我。我帶咗木碎同水俾你。好多謝你。佢必須游過呢個區域，呢度嘅水深達到1.5米。當幾千名義工正清理緊颶風海倫嘅破壞，颶風米爾頓已經逼近佛羅里達州。嗰個星期六，我哋喺呢度嗰陣，我哋所有成員收到電話嘅通知，話另一場風暴正直撲向我哋嘅地區。佢哋話我哋想幫助兄弟姊妹清理好同埋迎接風暴。佢哋擔心嘅唔係自己嘅屋企，或者係下個星期會發生咩事。佢哋關心嘅係照顧好聖彼得堡嘅弟兄姊妹，我心竇啟發。喺2次颶風災難之後，成千上萬嘅後期聖徒動員起嚟，貢獻超過30萬小時嘅義工服務。呢一切始終會過去，我哋會勝利，我嘅神必得勝。睇下，神幫緊我哋，佢救緊我哋。陣間返嚟，鞏固喺中東嘅友誼，喺西班牙嘅水災之中帶嚟希望，同埋為喺克羅地亞嘅家庭提供洗衣機。教會領袖喺全球各地施助，帶嚟福音嘅希望同愛。
加勒比海地區迎接歷史性嘅週末，12使徒定額組代理會長傑弗瑞·賀倫喺10年後重返多明尼加共和國，同行嘅仲有使徒羅納德·羅斯本長老。我聽講呢個會係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喺多明尼加共和國有史以嚟規模最大嘅聚會。賀倫會長向體育館入邊嘅會眾分享咗佢2年前所經歷嘅嚴重健康挑戰，同長達幾個月嘅康復過程。我嘅康復奇蹟同舊約、新約、教義和聖約或者摩爾門經入面記載嘅任何奇蹟一樣真實，奇蹟依然存在。賀倫會長同埋同行嘅羅斯本長老一齊教導嚟自加勒比海地區嘅教會領袖。光明勝於黑暗，真理勝於錯誤。喺多明尼加共和國期間，賀倫會長仲接受咗當地著名記者福斯托羅薩里奧嘅採訪。神對佢嘅兒女擁有個別嘅愛，所以我哋嚟到呢度教導呢份愛。賀倫會長表示，呢次係佢2年以嚟第一次嘅國際詩座之旅指派，非常成功。佢仲計劃喺未來進行更多類似嘅詩座。12使徒定額組嘅迪特烏希鐸長老喺11月造訪咗香港同曼谷嘅教會成員同傳教士，同行嘅仲有佢嘅太太海和瑞姊妹。喺泰國曼谷聖殿，烏希鐸夫婦同當地服務嘅傳教士會面。你哋身上散發住基督之光。烏希鐸長老喺11月22號同曼谷善牧會嘅路易斯可根修女再次重聚。佢哋第一次見面係喺2022年。今次就好似同老友見面，係好寶貴嘅時光，就好似係同神同埋佢哋每一個人見面一樣。烏希鐸長老代表教會再次向可根修女提供捐贈，嚟到去為法提瑪自救中心提供極為需要嘅屋頂維修，令危難中嘅婦孺更加自立。呢次係繼2022年提供婦女教學廚房之後嘅第3次捐贈。我話只有致力侍奉同接近基督嘅人，先可以為我哋做到呢啲事。當我軟弱時，我就堅強。作為12使徒定額組嘅一員，我感受到自己嘅不足。呢方面，我體會到保羅嘅感受。大衛貝納長老同太太蘇珊企喺塞浦路斯嘅海岸，呢度係古代教會嘅使徒保羅曾經踏足嘅地方。作為佢哋為期16日嘅中東同歐洲詩座之旅嘅一部分。而家等我哋邀請大衛貝納長老上台接受獎項。喺阿布達比舉行嘅國際文明與寬容對話大會上面，貝納長老代表教會接受咗寬容獎。我哋教會專注喺幫助年輕人學習、行動、服務同埋成長。我哋嘅青少年需要強大嘅道德指南同堅定嘅品格。真實嘅原則就係真實嘅原則。呢個特定嘅論壇提供咗一個好嘅機會去教導呢啲嘅真理。我好感激佢用咁公開嘅方式伸出友誼之手。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嘅杜拜，貝納夫婦同啲摯友一齊慶祝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同當地錫克教廟宇合作嘅10週年。呢2個組織攜手合作，為幾千名飢餓嘅人提供食物。我好感激全能嘅神，俾我哋有機會同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建立夥伴嘅關係。喺佢哋呢一次詩座之旅入面，貝納夫婦仲同德國同塞浦路斯島國嘅教會成員同領袖見面。我俾你哋一項祝福，願你哋知道呢啲嘅應許嘅祝福係特別俾你嘅，係你嘅。有另一位使徒嘅到訪，真係一個奇蹟。我心諗自己係幾咁蒙福，可以身處喺塞浦路斯。12使徒江文漢長老喺11月去咗阿根廷進行詩座之旅，探訪布宜諾斯艾利斯嘅加拉罕兒科醫院，代表教會捐贈咗多普勒超音波儀器、運輸同埋復甦用嘅擔架，
同埋全面裝備咗2個啱啱翻新完嘅手術室。第1年就可以改善超過3000名年幼患者嘅醫療需求。12使徒定額組嘅尤里西斯蘇瑞長老喺11月展開咗為期12日嘅西歐之旅。佢同宗教同埋政府領袖會面，參與人道援助工作，同特別探訪咗西班牙華倫西亞遭受水災影響嘅教會成員。呢度就係洪水嘅最高水位。西班牙瓦倫西亞喺2024年10月底遭受暴雨衝擊，街道一下子變成河流，房屋被洪水淹沒，幾百架車被沖走，洪水所到之處滿目瘡痍。親愛嘅弟兄姊妹，我哋深愛你哋，希望呢刻可以企喺你哋身邊。呢個就係我哋嚟到呢度嘅原因。我希望你哋可以感受到天父對你哋嘅愛，同埋我哋嘅愛。我哋真係好需要蘇瑞長老嘅來訪，呢個就係好似一個奇蹟。我哋聽到聖靈嘅聲音，正正係我哋所需要聽到嘅。喺呢場親切嘅聚會入邊，蘇瑞長老獻上一個祈禱，包含對當地教會成員嘅特別祝福。呢個真係好大嘅祝福，我哋去唔到佢嗰度，但係佢就親自嚟到呢度，帶俾我哋佢所有嘅愛。佢逐個問候我哋，攬住我哋真切感受到佢透過擁抱同祝福傳遞俾我哋所有人嘅愛。請你哋堅守對神同耶穌基督嘅信心。我哋致力喺盡一切所能幫助你哋繼續前進，同埋向你哋提供所需嘅協助。蘇瑞長老喺2月繼續佢嘅旅程，參加咗喺華盛頓特區舉行嘅國際自由高峰會，超過90幾個組織參與會議。佢哋代表住30幾個唔同信仰，共同探討推動國際宗教自由嘅方法。每當我企喺慈在會嘅姊妹面前嗰陣，我都會感受到一種對佢哋強烈嘅愛。慈在會總會會長卡密爾詹森同初級會總會會長團成員崔西布朗尼喺9月去咗中歐展開為期9日嘅施助之旅。喺克羅地亞，佢哋探訪咗當地紅十字會設施，因為教會捐贈嘅洗衣機而可以協助幾百個流離失所嘅家庭。呢啲由教會捐贈嘅洗衣機，目前洗衣量已經達到8萬次啦。喺捷克共和國，教會領袖同外交部人道援助主管會面，佢哋參觀咗無家可歸婦女嘅庇護所，同埋提供住院兒童嘅家屬探訪期間住宿嘅設施。我哋好感謝你哋為祝福呢啲家庭所做嘅一切。喺匈牙利布達佩斯，詹森會長同布朗寧姊妹參觀咗一間自閉症兒童學校，教會為呢間學校提供咗最新嘅教材同其他學習工具。喺佢哋嘅旅程期間，總會職員同中歐地區嘅慈助會領袖同埋後期聖徒會面。我中意地球上呢個地區嘅團結精神。我知道只要佢哋努力將生活嘅中心放喺救主身上，主必定會持續祝福佢哋。我知道天父深愛佢嘅兒女，佢亦知道中歐地區聖徒同埋所有居民嘅需求。感謝你。總會女青年會長艾蜜莉·弗雷門同丈夫格雷喺11月去咗北歐4國進行施助，並喺10日嘅旅程入邊參觀咗多個人道援助地點。喺挪威奧斯陸，教會同當地嘅食物銀行合作，為有需要嘅人提供食物援助。哦，呢個真係好有趣！我親自幫手為一位16歲嘅男仔準備生日禮盒、揀蛋糕、糖霜同埋一啲禮物。喺愛爾蘭都柏林，教會為新設嘅麥當勞之家提供家私同設備，可以為有住院兒童嘅家庭提供住宿。
法雷門會長喺2月份嘅旅程嚟到日本。我哋傾到嚟自耶穌基督嘅喜樂，而呢個正正係我哋喺日本嘅年輕一代身上所感受到嘅。仲有太平洋上嘅麥克羅尼西亞群島同關島。彼得嘅故事提醒我哋，跟隨耶穌基督嘅門徒生涯將會係一場充滿冒險嘅旅程。我哋會到達從來未有諗過嘅地方，做啲從來未諗過嘅事。無論我去到世界邊個角落，我最想分享嘅就係耶穌基督嘅福音。佢係邊個，同佢做咗啲咩嘢？主喺我哋嘅現況之中接近我哋，無論我哋身處世界邊度，佢都與我哋同在。跟住落嚟，太陽能、廢物管理同埋節約用水，我哋會帶你深入咁樣了解教會係點樣加速愛護地球嘅工作。我哋從神嗰度得到一項特殊嘅責任，要去照顧佢嘅創造物。我哋每個人都有自己要做嘅事。跟從總會會長團嘅神聖指引，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正喺度加速呢項全球性嘅努力，去成為神創造物明智嘅管家。我哋從神嗰度得到一項特殊嘅責任，要去照顧佢嘅創造物。我哋每個人，無論係集體定個人，都有自己要做嘅事。呢啲努力包括可再生能源、減少廢物同埋節約用水等等嘅計劃。我哋認為教會樹立榜樣係好重要嘅，咁樣會鼓勵教會成員同埋所有社區成員去造福佢哋自己嘅社區。夏威夷，一個擁有豐富美景同風光嘅島嶼天堂。喺夏威夷，土地唔屬於任何人嘅，你只係有 Kuleana， 即係對土地嘅管家職務。咁同我哋福音入面嘅指示好一致嘅，我哋必須要成為大自然正義嘅管家。呢項責任係嚟自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位於歐胡島北岸萊耶，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楊百翰大學夏威夷分校正喺度實踐緊 Kuleana 精神。佢哋透過太陽能，將會令大學校園、萊耶聖殿同埋普利尼西亞文化中心喺2026年實現能源獨立。我哋嘅第一階段已經完成，大約供應我哋校園1/3嘅電力需求。楊百翰大學夏威夷分校嘅停車場同建築物嘅屋頂安裝咗大約1.6公頃嘅太陽能板，仲有3座電池庫將剩低嘅能源儲起嚟。普利尼西亞文化中心亦都安裝起更多嘅太陽能板，而且仲起緊一座2.8公頃嘅太陽能農場。落成之後，呢3個地方就可以擁有佢哋自己嘅微型電網。即係話，我哋將會能夠100%依靠太陽能嚟滿足波利尼西亞文化中心、楊百翰大學夏威夷分校同埋萊耶聖殿嘅電力需求。另外，仲有5日嘅電池儲備添。呢項神聖嘅管家職務，亦體現喺教會全球各地，例如喺墨西哥、巴西、加納同巴布亞新幾內亞呢啲地方，超過750個太陽能嘅專案上面。教會亦都特別注意減少物質上嘅浪費。我哋同我嘅團隊做緊嘅事，就係主期望我哋會做嘅事。教會雜誌、摩爾門經、手冊、教材、小冊子，甚至連聖餐杯，都係喺猶他州鹽湖城嘅教會印刷中心度生產。從回收物料開始，每個生產步驟都確保所有裁剪出嚟嘅材料同埋廢棄物都透過管道系統輸送到回收房度，然後喺嗰度再進行打包同回收。我哋每個月回收大約220噸紙張、40噸塑料，仲有2到3噸嘅鋁材。除此之外，教會喺美國所有部門嘅電子設備都會送到嚟鹽湖城呢個辦公室，而唔係送去堆填區。狀態良好嘅筆記本電腦會再捐俾人，有一啲會捐俾世界各地楊百翰大學教育途徑嘅學生，另一啲就捐俾非洲嘅家譜研究專案。如果佢哋可以被重用，用嚟推動教會嘅使命，咁真係太好啦！嗰啲冇辦法再用嘅電子設備會被包裝好，運送到外判回收商度進行妥善處理。喺巴西嘅發行中心，一部創新嘅機器將用過嘅紙箱進行再利用，每個月可以減少超過1000公斤嘅廢物。教會喺巴西嘅區域辦事處仲會使用一部堆肥機嚟處理有機廢物，然後將生產出嚟嘅堆肥用喺園藝中。
除咗太陽能同廢物管理專案之外，教會喺全球各地嘅建築物入邊，包括喺拉丁美洲、太平洋同非洲南部等等地區，都採取更多嘅措施嚟節約用水。我哋教會遍及世界各地大多數嘅國家，而每個國家都有佢哋本身嘅挑戰，例如缺水嘅問題咁。作為教會，我哋必須注意呢啲多元化嘅需求，去照顧每個國家嘅人民。喺猶他州鹽湖城嘅教會總部，數百萬嚟自世界各地嘅訪客參觀聖殿廣場嘅花園。智慧型控制器係節約用水嘅有效方法。如果我哋用得啱嘅話，我哋真係可以見到用水量好明顯咁降低。喺亞利桑那州梅薩嘅教會會堂，佢哋喺園藝設計入邊利用慳水嘅植物，園藝經理可以喺行動裝置度監控智慧型控制器。呢啲控制器會根據天氣嚟調整灌溉嘅水量，咁就會慳翻好多水。而你用手動調整控制器係冇辦法慳到咁多水嘅。如果呢啲控制器被適當咁保養同埋調整，第一年運作就可以輕易咁慳翻20%嘅水。我哋希望可以節省超過19億公升嘅水。對我嚟講，當我諗到我哋造物主賦予人類呢個咁重要嘅責任嗰陣，真係覺得好感動。當我哋喺地球上生活，我哋就有責任照顧主為我哋創造嘅嘢，咁就係一種尊敬佢同愛佢嘅方式。跟住落嚟，楊百翰大學美式足球隊同非洲教育途徑學生攜手合作。仲有，從美式足球大聯盟到北極，教會嘅光照世人活動比以往走得更遠。楊百翰大學美式足球隊係以佢哋喺球場上嘅表現著稱。但球隊明白，佢哋唔單止可以打贏比賽。天父希望我哋點樣運用呢個平台呢？我哋應該點樣真正咁服務同幫助人呢？我哋應該點樣同每個人建立聯繫呢？呢個聯繫喺8月初開始，當時楊百翰大學美式足球隊同300名喺非洲嘅教育途徑學生開咗一次 Zoom 嘅視像會議。呢個世界就係我哋嘅校園。如果係咁嘅話，咁我哋應該同世界各地嘅楊百翰大學學生保持聯繫。楊百翰大學教育途徑係一項為全球學生提供以靈性為基礎嘅線上高等教育計劃。佢哋同我哋分享有關團隊嘅合作、紀律同埋謙遜嘅重要性。呢次視像會議啟發咗一位嚟自烏干達嘅學生，佢喺楊百翰大學對坎薩斯州立大學嘅比賽嗰度做祈禱，感動咗數以千計嘅人。我只係想向世界宣揚耶穌基督嘅良善同愛。加油啊 BYU！ 喺地球嘅另一邊，仲有好多人需要我哋嘅友誼，而我亦意識到我哋都需要佢哋嘅友誼。今年2月，秘魯有一場盛大嘅慶祝活動，超過3萬人嚟到位於利馬嘅國家體育館，欣賞聖殿廣場大會堂唱詩班同管弦樂團嘅演出。呢個係唱詩班歷嚟舉辦音樂會最大嘅場地。呢一場演出係慶祝福音喺南美傳播100週年嘅巡迴演出3個站入邊嘅第一站。我哋所有人喺度慶祝歷史上一個特別嘅時刻，就係呢個地方為傳播福音嘅目的而被奉獻嘅時刻。唱詩班用西班牙文演唱咗好多首歌，令到觀眾好驚喜。當我第一次聽到唱詩班用西班牙文唱歌，我真係感受到神嘅愛。呢個將會係一個令我一生難忘嘅美好經歷。唱詩班同管弦樂團將會繼續100週年紀念嘅巡迴演出。今年遲啲會去下一站阿根廷，然後2026年仲會去巴西。每年12月，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都邀請所有人參與光照世人活動，去慶祝耶穌基督嘅誕生。我唔知道仲有咩其他方法可以比慶祝耶穌基督嘅誕生更加能夠帶嚟希望。
2024年嘅光照世人活動比以往更盛大、更輝煌。從倫敦歷史悠久嘅郡議會大樓亮燈，到喺密蘇里州為堪薩斯城酋長美式足球隊嘅半場表演進行活動。另外，捐贈機亦都比以前放置到更多地點，包括第一次放置喺北極。而喺非洲嘅第一部捐贈機更安排咗慶祝活動。呢啲由教會贊助嘅慈善自動販賣機，今年創新紀錄，被放置喺107個地點。捐贈機自2017年起協助捐贈將近50萬件物資同服務，總值超過5000萬美元。呢個就係而家最好嘅禮物啦。我哋講嘅通常係數字同捐款金額，但係其實我哋計唔到背後嘅嗰啲人。因為呢啲所有嘢都係同人有關，呢樣嘢令我哋感覺到，我哋大家都係弟兄姊妹，係慈愛天父嘅兒女，能夠有機會為他人嘅福祉貢獻一份力量，真係迎接聖誕嘅最佳方法啦！從慶祝耶穌基督嘅誕生到紀念佢嘅贖罪，今年2月，總會會長團提倡喺今年復活節期間，更加強調基督嘅復活同埋佢嘅愛。我哋都應該藉住研讀活着救主嘅教導，同協助我哋社會建立復活節傳統，嚟到慶祝佢嘅復活。除咗全新嘅復活節聖週研讀資料同音樂影片之外，教會仲喺好多方面將焦點放喺基督更偉大嘅愛度，包括透過描述救主嘅全新影片，同埋大會堂唱詩班同兒童合唱團合唱嘅《客西馬尼》。我希望啲人知道，無論發生乜嘢嘅事，耶穌基督都會一直同我哋一齊。我希望佢哋可以喺我哋嘅歌聲入面感受到呢份見證。呢個係個史無前例嘅時刻，我哋有一位100歲嘅主嘅先知奉獻聖殿。跟住落嚟，隨住喺世界各地持續興建聖殿，羅素納爾遜會長奉獻教會嘅第200座主嘅殿。耶穌基督教會嘅聖殿係後期聖徒最神聖嘅崇拜場所。聖殿嘅目的係要幫助成員透過為自己、家人同埋未有機會喺今生獲得呢啲祝福嘅已逝者訂立神聖承諾，從而更接近天父同佢嘅兒子耶穌基督。11月嗰陣喺猶他州土厄勒，羅素納爾遜會長奉獻咗教會第200座聖殿，陪同出席嘅仲有佢太太溫蒂同埋使徒蓋瑞史蒂文生同太太麗莎。呢個係個史無前例嘅時刻，我哋有一位100歲嘅主嘅先知奉獻聖殿，再加上呢座係本福音期奉獻嘅第200座聖殿，更加有雙重意義。當我哋奉獻德薩律豐聖殿嗰陣，全球運作緊、建造緊或者係已經宣佈嘅聖殿總數將會達到367座。10月13號，12使徒定額組嘅大爾瑞隆長老奉獻咗洪都拉斯聖彼得蘇拉聖殿，位於洪都拉斯西北部。呢一座係洪都拉斯嘅第2座主嘅殿。7日之後，喺10月20號，使徒尼爾安德森長老奉獻咗巴西薩爾瓦多聖殿。呢座聖殿係巴西落成嘅第11座聖殿。巴西擁有超過140萬名教會成員。另外，巴西仲有12座已經宣佈興建或者係興建緊嘅聖殿。11月24號，昆丁柯克長老奉獻咗懷俄明州卡斯帕爾聖殿，同最初嘅摩爾門路徑距離好近。喺1920年後期聖徒嘅第一個分會就係喺卡斯帕成立。呢一座被奉獻嘅聖殿將會為當地接近15000名後期聖徒提供服務。喺美國東南部，派翠克海榮長老喺12月8號奉獻咗佛羅里達州塔拉克西聖殿。塔拉克西聖殿將會為佛羅里達州北部、喬治亞州南部同埋阿拉巴馬州超過3萬名教會成員帶嚟祝福。呢座亦都係海榮長老自從被召喚為使徒以嚟首座奉獻嘅主嘅殿。
而喺加拿大，經過翻新整修嘅安大略省多倫多聖殿已經喺3月23號重新奉獻。呢座聖殿坐落喺美麗嘅布蘭普頓社區，係喺加拿大建造嘅第2座聖殿。最初係喺1990年由時任總會會長戈登興格萊奉獻。我哋返嚟之後，喺聖丹斯電影節，卡米爾詹森榮獲女性領導獎。蒙大拿州一間食品分發站進行咗重大升級，全世界規模最大嘅書展向人介紹摩爾門經，仲有更多嘅故事盡在焦點新聞。總會會長團每年都會喺鹽湖城接待嚟自世界各地嘅領袖同外交人員。近幾個月，總會會長團接待咗以下嘅貴賓：古巴駐美國大使館嘅里安尼斯利維拉閣下、保加利亞大使喬治帕納約托夫，仲有葡萄牙大使法蘭西斯科洛佩斯，同埋多明尼加共和國大使索尼亞古斯曼。而喺10月份，塞拉利昂共和國嘅第一夫人法蒂瑪馬達比奧訪問鹽湖城，同使徒圖德克里斯多、慈助會同埋女青年會長團成員會面。佢仲參觀咗福利廣場。呢次訪問將會係我未來好多年都難以忘懷嘅經歷。今年稍後時間，比奧夫人閣下將會主持喺塞拉利昂自由城舉辦嘅跨宗教鞏固家庭研討會。研討會係由教會贊助。慈助會會長卡米爾詹森喺洛杉磯同一班女外交人員參加咗第9屆女外交官國際日。活動喺國際婦女節舉行。今年嘅活動圍繞全球女性嘅心理健康。無論我哋計劃嘅資源有幾充裕，我哋都冇辦法親自接觸世界上每一位女性。但係透過我哋全球姊妹情誼，我哋可以觸及每一個靈魂。由於總會慈助會會長卡米爾詹森喺國際人道主義領導上表現卓越，佢喺2025年聖丹斯電影節嘅女性領導慶典得到表揚。嗰個活動係要表揚嗰啲喺自己領域產生重大影響嘅女性領袖。詹森會長喺推動教會人道計劃方面發揮咗關鍵作用，尤其係喺改善婦女同兒童福祉方面。為咗努力效法耶穌基督照顧貧困者嘅完美典範，教會發布2024年照顧有需要的人年度報告。2024年，教會向超過3800個專案提供咗超過14.5億美元嘅捐助，遍及192個國家同地區。另外，義工亦都投入咗660萬個服務小時。對於土耳其哈塔伊地區嚟講，呢個係一個特別嘅日子，因為由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資助嘅3間新學校喺10月正式啟用。呢3間學校將會為超過2000名兒童提供安全嘅空間，幫助佢哋喺2023年毀滅性地震影響嘅地區繼續接受教育。對於蒙大拿州海倫娜食品分發中心嚟講，呢個係一個新嘅開始，因為佢哋喺10月啟用全新嘅現代化設施。呢項設施可以成真，部分原因係由於教會提供咗130萬美元嘅捐助。預計新設施第1年內可以將食品分發量提升到超過45萬公斤。嗰個設施仲包括設備齊全嘅商業廚房、類似超市嘅食品市場，同埋擴建嘅倉庫同埋冷凍儲存裝置。作為1月份朋友對朋友轉播嘅一部分，教會總會初級會會長團邀請所有初級會開始舉辦年度服務日，延續初級會施予嘅傳統。小朋友應該參與舉行呢一項服務計劃，邀請佢哋嘅朋友、家人同知會成員一齊參與。教會新詩歌本第3批聖樂現已推出，提供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同葡萄牙文版本。而喺2024年5月已經發布嘅13首聖詩，而家亦都提供德文、韓文同埋塔加洛文版本，國語同日文版本亦都將會推出。呢啲聖詩而家正喺度翻譯成更多語言，計劃喺未來幾年開始陸續發布。聖徒耶穌基督的教會在後期時代的故事第4冊，亦都係最後一冊，已經喺10月出版，仲提供咗14種語言版本。呢部一共4冊嘅教會官方歷史嘅最新一冊，名為《響徹每個耳朵》，講述喺1955年至2020年後期聖徒嘅故事。呢一段係教會成長同聖殿建造喺全球加速嘅時期。
今年3月，第一本關於女青年組織嘅學術歷史著作出版。呢一本書叫做《勇往直前：後期聖徒的女青年組織1870至2024年》，講述女青年組織嘅故事，從最初由一班楊百翰嘅女兒組成，然後發展到今日遍佈全球嘅組織。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係全世界規模最大嘅圖書貿易展覽，而今年參觀教會攤位嘅來賓有特別嘅機會討論摩爾門經同探索家庭歷史。我哋今日邀請每個嚟書展嘅人停低腳步，花幾分鐘時間閱讀摩爾門經其中一頁，咁樣每個人都可以親自認識到摩爾門經係耶穌基督嘅另一部約書，因為佢讀咗嗰啲說話，亦有睇到過嗰啲書頁。我哋返嚟之後，全球最大規模嘅家譜研討會，而家已經有幾百萬人參加。佢唔單止幫呢啲人同家人建立聯繫，仲獲得嚟自特別嘉賓對生命嘅啟發。青少年去聖殿係而家最重要嘅發展之一。喺3月初，陽光照耀猶他州鹽湖城嘅鹽工。今年家譜嘅熱情探索者依舊懷住雀躍嘅心情參加尋根科技。呢個研討會係由 Family Search 同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舉辦。無論你喺線上定係親臨現場，我都要同你講，就喺呢度啦。成千上萬嘅人湧入鹽湖城會議中心，全世界仲有幾百萬人喺線上參加尋根科技，令佢成為全球規模最大嘅家譜研討會。近5000名青少年星期3晚嚟到呢度學習有關聖殿同聖殿聖約，帶祖先嘅名字去聖殿，同埋點樣運用 Family Search 嚟協助事工。快樂嘅音樂、熱情探索嘅人、突破創新嘅技術，呢啲所有嘢都將尋根科技嘅家庭探索日推向高潮。呢兩個小朋友都係領養嘅，所以我一直揾緊嘅就係我希望可以揾到更多資源，可以同佢嘅親生家庭有更多嘅聯繫。而今年家庭探索日，好榮幸邀請到尼爾安德森長老同佢太太海西，仲有另一位特別嘉賓，我哋親愛嘅朋友12使徒定額組代理會長傑弗瑞·賀倫長老作出特別嘅演講。我聽講鹽工今日舉行探索日，所以就過嚟食熱狗同埋棉花糖。而家我喺台上面同我嘅朋友喺一齊。安德森長老回憶佢喺愛達荷州鄉村嘅童年生活，亦分享佢對家庭嘅睇法。喺農場入面，我不斷咁見證新生命嘅奇蹟。呢啲奇妙嘅事令我更加相信阿爾瑪嘅說話。佢話萬物都說明了有一位神，生命就係奇蹟。賀倫長老分享咗幾十年前佢同佢啱啱建立嘅家庭一齊經歷嘅非凡旅程，講述佢深受大家喜愛嘅個人故事，不要放棄。佢仲親自為呢一段經歷總結。青少年去聖殿係而家最具戲劇性同最重要嘅發展之一。尋根科技透過家庭歷史嘅多樣性，展現出全球共同嘅連結。歌手瑞秋普萊頓呢一位因為奮鬥之歌而備受喜愛嘅歌手，擔任活動第一日嘅駐港嘉賓。雖然當日佢身體抱恙，但係呢一位擁有2個女嘅年輕媽媽兼藝人，仍然堅持透過網上參與，真誠分享佢嘅心聲。呢個係一個溫柔跳動嘅心，而佢係屬於我嘅。佢令我可以用同樣包容嘅方式去愛我啲女。你唔需要表現出色或者做啱事先值得我嘅愛，你值得被愛，只係因為你存在，因為你嚟到呢個世界，你就值得被愛。佢哋嚟呢度係為咗尋找連結，尋找佢哋嘅家人。呢個正正係我哋向世界提供嘅禮物，幫助人團結同埋喺埋一齊。以上就係2025年4月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嘅世界報導。如果想喺網上觀看世界報導嘅完整片段，請瀏覽教會新聞室嘅 YouTube 頻道，或者前往 newsroom.churchofjesuschrist.org。